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讲做代志爱有要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领，老用领第二条。读领这是读文音，领本身就有统帅意思，咱讲是领袖。另外主管代志、换局面的人，咱讲是首领。若本事，咱讲本领；接受别人的指教，咱讲是领导。也有国家管辖的范围，咱讲有领土，也有陆地、领水、领海和领空。这个背音读做领，像讲衫围着颔棍的部分，咱讲是颔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要领，代表讲是做代志的秘诀甲重点。第二个词读做正边领现，这是用来讲一款人，敢知影享受生活，唔知影讲是别人辛苦换来。今仔日咱要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有的人过日子也无要领，唔知影讲爱简单生活，这才是智慧。但是讲想过头追求物质的享受，惯是正边领现的人，安尼日子就歹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领，这是文音，另外背音读做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